各位大家好啊！今日咧就透過呢個視頻，希望同大家咧就講講關於全國兩會嘅。咁依家全國兩會咧就喺北京進行緊啦嚇。咁就兩會其實係啲乜嘢咧？咁與香港有啲咩關係？咁我呢個系列咧就國事講情，希望同大家多啲認識國家同埋香港嘅。中國的兩會解讀與展望，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聊一聊中國的兩會。每年3月，中國都會召開2個重要的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大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這2個會議被統稱為兩會，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麼，兩會到底是什麼？簡單來說，人大是中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負責制定和修改法律、選舉國家領導人、決定國家重大事項等。政協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兩會為什麼重要？兩會是中國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重要平台，也是觀察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走向的重要窗口。在兩會期間，來自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代表委員們齊聚一堂，共商國事，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過去的兩會有哪些重要議題？回顧過去的兩會，許多議題都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以下列舉一些近年來的重要議題：1.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一直是兩會的熱點話題。例如，2021年兩會重點討論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為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描繪了藍圖。2. 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2022年兩會強調了加強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措施。3. 民生保障。民生問題始終是兩會關注的重點。例如，2020年兩會聚焦脫貧攻堅，並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4. 綠色發展。綠色發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2023年兩會強調了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系列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5. 對外開放。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2021年兩會強調了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系列擴大開放的舉措。6. 香港事務。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近年內，兩會也多次涉及香港事務，例如2019年，針對香港修例風波，兩會強調了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2020年，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2021年，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確保愛國者治港，為香港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基礎。結語：兩會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過去的兩會為中國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相信未來的兩會也將繼續為中國的繁榮富強貢獻力量。謝謝大家。各位大家好啊！咁我製作呢一個系列嘅視頻嘅目的
係想同大家分析討論我對一啲時事同埋國情嘅一啲意見同埋想法嘅。社會上充斥住好多關於中國啦或者係香港嘅一啲失實偏頗嘅報導，希望大家可以對國家嘅發展啦、政策啦同埋香港嘅現況咧有更加正確嘅認識，從而能夠作出正確嘅判斷、更好嘅決定同埋適當嘅行動嘅。如果大家喜歡呢個視頻嘅內容嘅話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咧 subscribe 啦、like 啦同埋 share 出去嘅。咁而日後我會繼續拍多啲關於唔同課題、唔同類型或者內容嘅一啲視頻咧，俾大家參考同埋俾大家欣賞嘅。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多謝各位。